俄羅斯同美國兩大強國一路都被認為有同外星人秘密接觸。喺我之前講解過嘅暗網文件入邊，亦都記載咗唔少外星種族嘅研究資料。喺互聯網上就有一條流傳已久嘅影片，據稱係由俄羅斯特工拍攝嘅外星飛船墜毀嘅現場記錄。到底呢條片背後嘅真相係點樣嘅呢？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 Professor Papa。只要我哋用 Google 搜尋 Russia UFO Crash， 好快就揾到呢一條長約3分鐘嘅影片。喺片段嘅開頭，我哋可以清楚見到俄羅斯情報組織 KGB 嘅 logo。畫面一轉，一班坐喺軍車上面嘅軍人就抵達咗外星飛船嘅墜毀現場。喺嗰度係有半個銀色嘅圓盤殘骸露出地面，周圍有唔少相信係因為墜毀時造成嘅衝擊而倒塌嘅樹木。手持步槍嘅軍隊先係喺現場警戒。喺另一批軍人增援之後，佢哋開始收拾地面上嘅碎片，並且將碎片搬上軍車。根據網上流傳嘅資料記載，呢條影片係拍攝於1968年俄羅斯中部嘅新西伯利亞地區，當局係成功拯救並拘留咗飛船中生還嘅外星生物。咁到底呢一個都市傳說嘅真相係點樣嘅呢？其實只要我哋仔細觀察片段中嘅軍方人員，就可以發現佢哋嘅軍隊裝束同當年嘅蘇軍制服並唔相符。蘇軍喺1968年理應係穿着 M58 型軍服，而喺69年之後就係穿着 M69 型軍服。但係呢兩種型號嘅外衣都同影片中嘅唔同。當然你都可以質疑佢哋係特種部隊，着緊嘅制服可能係當局特製，但係喺影片嘅另一幕出現嘅吉普車亦都唔係蘇聯使用嘅型號，而係美軍常用嘅威利吉普車嚟㗎。同畫面顯示嘅蘇軍吉普車做對比，大家可以見到車頭嘅位置分別最為明顯，可想而知呢條片並非由 KGB 拍攝。咁佢嘅真正製作者到底係邊個呢？其實呢條片係出自美國導演 Dan Goldman 喺1999年製作嘅電影 KGB 的秘密 UFO 檔案之中嘅片段嚟㗎咋。呢部電影雖然係以紀錄片嘅形式拍攝，但係大部分內容都經過誇張化，亦都不乏虛構嘅情節。喺片頭係大大隻字咁樣寫上咗，你將要睇到嘅嘢可能係真實，都可能唔係咁樣嘅聲明，因此片段嘅可信性係非常之低。當然我哋今次否定咗呢一條片，絕對唔代表外星人唔存在於呢個世界。我始終都深信人類已經接觸過外星文明，並且係會尋找更多嘅資料去證明呢一點。嚟緊我係會整更多嘅影片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。